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姑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刚才有在看运动比赛的观众朋友，我发现到讲，今年我们国内运动员已经是那个厉害，睇上我们去年的办那个世界体育运动会，还有我们的亚洲运动会比赛，我哋呢国内运动员都得到几多个奖牌。其实要培养一个运动员实在冇简单，尤其是运动员的训练一定的辛苦。但是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咯，伊咧早期。睇伊啲我哋咧技术同资源都冇按到情形之下，伊用艰苦的方法自家训练自家走步。最尾伊参加奥运，伊咪代表台湾去世界各国去比赛，伊喺运动世界地杯拿到200人面的金牌。我哋马上欢迎我哋今日来宾曾彩华先生，伊係馬喺國中嘅先生哦。彩華先生嚟到我哋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來自內埔嘅客家嘅曾彩華先生。其實彩華先生以前係我哋咧國中嘅先生啦。其實他家人留國講伊做乜呀？因為冇人做我養伊啦。先生細年嘅做法是做喺度，伊馬上去炒過來。嗰時我哋學生啊，全部都歸服伊。所以先生嘅時間，我想到愛去走步一件事情，也係興趣係萬事都有嘅咩？都也會運動嘅當時佢講嘢興趣啦。而家萬世界我哋也對我哋來上下咧，來自我哋佢艱苦嘅家庭，因為大家冇安尼改好安尼環境本來有天路啦，有乜嘅，所以咧我哋細年咧你各學教，你幾多考咪走來走去啦，你安尼無形中你安尼，我哋有安尼機會你就結果這樣咧，國小家人咧有這樣咧運動會啦，做乜嘅你時常看到你請要走咧見走就第一名安尼。你會產生一啲興趣啦，興趣以後咧，先生你培養我哋啦，國小嘅先生你幫我哋練習你參加鄉運啦，那邊咧成績還沒差，慢慢就驗運，慢慢一直爬上去，有安尼運動嘅有啲過程啦。嗰時候一開始都係因為教嘛，所以人做上腳，佢咪做嗰時候咪人做個腳，然後後來都現在都發現到講，你這個可唔可以做喎？係有安尼轉場，做我咪變人個腳嗰時都開始訓練嘅。其實係訓練體育很用嘅訓練，係咪同人講？因為而家訓練已經同我哋以前嘅訓練應該係完全唔同。差不多以前嘅訓練是土瓦煉鋼因為也沒有什麼嗰轉場嘅教練如安尼無形中安尼學袂走啦，真係，只安尼伊走出去，結果經過以後，初中啦、高中以後有正式的教練，因為那有體傳嘛，體傳老師你畢業未？畢業未？你分發有轉場，你可以有安尼正式的訓練安尼啦。嗰時候你嘅時間過社會時間，先生都培養的，然後可以參加亞運。亞運發現講真係要有一啲成績啦，後來你國中嘅時候你去參加，咪係亞運。你睇哪個時間開始去讀體傳嘅啊？因為民國58年嘅。嗰時體傳係國中還是高中啊？嗰體傳因為我哋初中以後你進入高中，讀體傳一定要高中畢業。一定要高中畢業。是你做100公，你100公差你。400教你全國冠軍啦，有安尼也有啲制度啦，你可以補充，安尼體傳你真是有在操作啦，所以我就選擇台中體傳。嗰時候幾時間係全國的400公尺接力第一名係咪？100、200嘅第一名。嗰時候你用按好嘅成績，你等於係經過我哋講保送，保送去我哋。做體專，但是你其實有的機會可以填師大，某一條，你呢個師大可能都是如果能夠讀書嘅，學科比較係埋沒了你自己本身的一啲走步一啲天賦，或者你就去體專。像喺體專的時間，你這個因為
你学到某个东西无？这种应该讲，迄每种个制度的学习同以前的嗰种练习无同样。这个想法是样，因为都提早以后，因为个欣赏高数嘛，他们所学的专长，学个专长，他们都国外也有一个通过过来教我们。因为俺那个提早来讲啊，有一个专长学校嘛，比不3品嘛就过好所以俺的成绩这样还是不能按伊来讲一般来讲是，这初中成绩没讲改好了，高中要18，成绩那么出来，但是100公差在俺那个高中的时间俺400奖励了，可以还是没讲顶尖啦，还排不上俺最主要是在体操界体操界俺都开始练习，俺体操成绩能出来。已经参加奥运了，就是在体操这阶段训练出来了。像这时间我相信的观众朋友应该同我哋有一啲同样的想法，都讲到底係用嘅人士合做短跑，用嘅人士合作行嗰種，比如講400啦、1000啦安尼，像你這個比賽嘅人，然之後嚟講，一到兩種嘅。短跑同長跑，伊希望嘅嗰種能力係咪冇同樣當然，呢個運動選手教練也可以重要啦，因為教練係個器材有沒有？像唔乜嘅咧，像係個學教嘅先練完就要先身材，從佢腳長啦，腳長因為哋最主要持嘅係人才你說那麼做咯。你個腳，冇可能嘛？長腳嘅欠呢個，從前我參奧運、亞運，應該個腳企喺度，從100公分最矮嘅。喺亞洲嚟講係算過高176嘅。結果去比賽又到他們胸前咧，腳都比我的人還高。你欠一鋪，我就欠2鋪啊嘛。係啊，係啊。身材很重要，器材啦。按我講就100、200、400要靠天賦，佢本身有按你天賦嘛。加上後面苦練，教練要具備很多條件所以個成功的運動選手唔係講按簡單唔只練要強講練，按樣成績高咯，嗰度有問題啦。來講可簡單但是簡單做起來非常困難。第一個你要有毅力，你像客家人你得好處，跟硬講都安尼，跟硬講，很堅持做到大，很吃苦，因為練田徑是非常苦的事情呢。沒比籃球啦、排球啦，讓你有趣味性的啦。田徑的東西枯燥無味啦。練起來很苦有啲人講，佢人家講做比我好，都一定贏的比賽啦。雖然講嗰種他人的比賽，其實你平常的練習的時間，你一定贏得緊走，一定贏得緊走。好。如果要修正一下國土啦，修正一下自家的心理某種，真正比賽時全部都一定的訓練。唔像種啲籃球啦，係一個團體他個人都可以互相支援一下。枯燥無味。從嗰時就去讀體專的時間啦，你要教練不一樣的一種新的想法，對於海辦可以教學生的時間，有用嘅新的嗰種想法。我哋乜嘅來學。學個當中咩，除了時間我哋吸收嗰段咧，新的知識啦。因為讀體操嚟講有嗰段咧，國外嘅教練，他們會來演講，會教我們。有時候我們會異地訓練到國外去，學他們國外他們怎麼練習啦，怎麼。嗰時我哋咧國外嘅教書員，如果帶來新的一種運動嘅想法同嗰種知識一般的，比如我哋練習嘅時候可以試着用安尼嘅方法去做某個練習。那麼進步，我哋所學的太少而且在練習當中沒有新的方法。唔講已經頭擺訓練的方式冇乜嘅補充的今日我建議因為前2-3日帶屏東縣的長青去比賽看到嗰度學生嘅練習，也嗰種補助嘅運動因為這100公尺、200公尺佢爆發力很大。我一下先嗰度輸咗，我要請強嘅，我哋退休嘅如果咧健康嘅，如果輸咗咁我都麻煩嘅嗰我最近冇比賽嘅，但是我今日是屏東縣嘅佢嘛代表我嘅負責啦，都帶個錄音卡，
有了有90岁呢，有80岁几多，因为分龄赛嘛，带给你比赛，因为有报名做嘛，给你过唔低啊，带给你比赛啦。像我们以前的，后来你去我哋体准那个训练的时候哈，说你这想讲讲，其实我想讲讲，跟以前人的欣赏啊哈，很用的训练的，你这么讲，差不多6年生时，那个欣赏的训练，咁你讲你这个有其实有这个训练冇？我哋这个是有训练，但是哦，这个小苗的时候，主要是七格啦，考七格啦，考七格。因为哦，一般来讲。只有这个苦练，唯一的办法就是苦练。你这个其实用苦练哦。我爱苦练哦，像我以前读书家咯，我以前是读平农商工啦，我喺度东边村啦，因为我哋去搞农场啊，冇多东边村，很偏僻的地方，必须按女仆诶，马祖冇个啊，佢就一个侦查诶，我哋想个办法哦，明日我喺书包路那搭面拿吧。我啲路卡路走，天天走到女仆诶，差不多5公里咯。差不多5公里呢，吼，嗰东片村其实离女仆嘛用5公里。走过一贵吼，树啊拿不远呢，我要走，我路明日走，风雨无阻啊。你话无形中就有法度练啦。嗰度等于你明日路别人多走10公里，吼，走5公里，下走路5公里，对啊，明日路自家练习。我一般是练体力原因个，像我哋走100公尺、200公尺。我讲俺哋阿朋友有预赛，又要复赛，又要决赛，100、200，我又要减400加练咧，前6加练咧，一道放过你嘛。唔要摸你去训练咯，冇法度。譬如唔要讲我走100路练，走100个咧，又要规天咯，什么没引路哦，系什么没走唔到，又要重走哦，先。唔可以慢慢的行啦，哈。可以用重的咧。对膝盖有啲要求啊，唔要讲即嗰度走少年咧。我阿爸我想到个，以前我唔朋友做下个，我要讲嘅，我觉得哦，有啲可能我客家有样嘅精神啦。像我练习嘅吼，以前唔朋友做嘛，就像我唔会插片咧，我只个手拿起来打一个招呼，我不讲为了佢来看我中断练习啊，练到我跳练比练系，练习一样啊，那个看天一样啊，说法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个毅力啦。我像我走咩，100公尺走一道次，冇完成，我绝对唔会攰啦。嗰時自家嘅要求係最重要。係有要求。其實訓練係個艱辛嘅一個路程。休息一下，等下我哋話嗰度嘅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今日邀請到嘅來賓係曾經參加過奧運嘅曾采柏先生。采柏先生頭先有提講曾經有參加過奧運，所以幾時係哪舊嘅事情啊？叫做1976年，嘅比賽踢到那個加拿大蒙特羅。蒙特羅奧運嘅時間。那一屆，我先到台北嘅。台北結果冇下一比賽啊。怎麼冇下一比賽咯？因為其他總統啊，中共他們擠進去，他們以前都沒有參加啊，就是那1976年那一次，他們就進去報名參加，結果他們可能政治的因素壓力啦，因為一個國家唔可以兩個單位參加啦，所以加拿大都冇發簽證俾我哋，我哋都冇法度入去，都過來啦。嗰時候幾時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擺參加奧運，用中國的名義參加奧運。嗰時候幾時我哋中華民國都冇辦法拿到我哋真是可以去參加奧運的一個資格。嗰時候我哋幾可惜咯，可能一生一敗的，冇參加賽對個身是非常，因為運動員嚟講當辛苦啦。一個運動員他最高的榮譽就參加奧運了。參加奧運了，失去沒有這個機會的話，根本練都沒有用。而且我們4年又一次，如果沒有參加，在4年以後我已經退休了。因為4年後對人的體力可能會對最高峰可能會慢慢的下。這樣的最高峰27歲嘛，26，4年以後如30歲，
因为田径来讲，上上是可以瘦的，无安尼体力啦。可是你这个准备要参加项目系嘛个呀？都100、200、100、200、400年，我说都已经准备好诶，嘿，全部都准备好了呀。嘿，你做样训练2年啦，今日多以那个各种报道要参加2年，你做训，做训以后，你会训练，训练业呢，我讲也有2种相片的吼，也种都记证啦。哦，记证，嘿，记证小姐，另外也种的就杨传广，他也2位先是去多对美国，你规人安尼台湾的，你小老少个啦，天数，你训练安尼体皮的线数啦。哦，人家意思，这是个记证同杨传广的训练过，唔系咪？有啊，有安尼教练。唔系记得，这是记证教唔系嘛个嘛？哦，当千古本人训练，因为安尼一上落去吼会掉眼泪啊！你我讲啊，像个训练方式是太铁酷啦，讲外国的成绩要按好严咯。那像个寿山公园有啊，你阶梯哦，走到我们就前走阶梯啊，这种机制也带给发令也带啊，当个路杨传广啊，他就几秒了，不到冲跑，从那个楼梯哦下面跑上去呢。你看那个阶梯都，这个柴山哦，柴山那个人高雄一个细细的山啊，看到个细细的山，但是伊是在过骑，吼，过飙车的吼，其实无艰难爬呢。对啊，你走的呢，超过10秒以内走过走上。杨传广路铁啊，在亚洲铁的杨传广路铁山道路整几时间，你突然慢慢的航爬，你再走一转。一上哦，你给在柴山啦，26那里哦，就海军军港啊，这个周阳的海军军港嘿，跑沙滩啊，这好多跑咯，危险的呢。其实吼，在沙方规快走，因为个沙吼，我压要脚，我头都压脚。不管你练俺的脚力啊，嘿，但是真的是练久的吼，给大腿啊，不够有力。不管你训练方式改多啦，改多方式啦，当然也记得因为外国有个学过啦，有先进的地方啦。像咱的有按到教练同训练，然后都有嘛参加按到比赛。像你有没有同人分享一下，有哪个人感觉到印象最深的事情吗？因为我当初啊，因为100公斤来讲哦，短期里安尼啊，我进人条疫苗哦，有时候2年来练的，是啊，0.1秒哦，是啊，唔按简单是啊，冇按简单的。我见走路10秒8、10秒7，见走路安尼啦。破11秒以内哦，冇咁簡單。10秒8、9月你嘅唔可以上嘛？後尾哦，你有啲老師啊，你也會談下，送來也都一個張克定老師啦，佢都嘅一老前輩，以前後生也都嘅參加台灣啦，後邊有人講奧運去台灣啦冇，你一樣樣冇，是中國大陸。他們是全國運動會，台灣有派隊去，所以用台灣的名字，區啦，用區一樣的啦，有一些比賽，佢都台灣最會做嘅以前啦，佢做差10秒6哦，唔會差嘅。我諗你學嘅。我10秒7、10秒8啦，唔會贏伊啊，佢都看到伊啊，我後生冇把你贏啊，嗰度，嗰啲擺都同佢開玩笑樣，都佢講，這100公斤係嘅演員啦，佢係咪？講小老弟啊，老師以前都幾年前做10秒6嘅，冇法度破啊，唔破以後我講買送檔啊盤，我談到千條啊，我俾我送檔啊多錢啲冇，我一啲嘢咧，這樣搞出一張嘢嘅薪水咧，哦係哦，也就時得買來咧，天咧你兩下腳意天咧，也時得咧一檔啊冇台灣冇啊，人講雞皮嘅啦，這樣就用得到也送啦，為了要當下哦，就參加個奧運嘅節選的標準哦，它是定10秒5嘛，一共兩件10秒5都打，我都太多呀，叫我節選用來跑10秒4，哦，唔係跳嘛個跳，一方面我達到標準之外哦，我有一種當下。但是因為拿到奧運的門票，最主要講，其實我有一種新的球鞋。為了買當下哦，我存嘅錢咯，
买，因为俺那个买以前的台湾式哦，当然又重啊，又坏造，然后买下送当然哦，又要国外买，啊又按多钱，买唔起啊，所以佢都鼓励米料要的吼，那你米料要能来，那都轻易是一点啦，结果皇天不负苦心的，路嘛带到要送当啊，我还很珍惜啊，才亚运奥运我就穿这个，我还要留到金刚啊，挂个墙。都扛个做机呀嘛，也是真是一个传家宝呢，吼，听伊个等个前辈帮我的鼓励，听伊个，你当初都因为也鼓励你，不断的去超越你自家，好，我们单是拿到给你去参加奥运的一个资格，最主要的是嘛超过你自家的一个极限，其实差不多那10秒6、7嘛，哈，还能真是。去决选的时候，去选个选手的时候，就是10秒4，也给到你这个根本都超越了你这个，好，然后一堆东西其实讲对你来讲，都是一个纪念品嘞，一个贵重的很珍贵啦，所以我哋现场有很多奖牌吼，所以我哋中间个奖币係乜嘅呀？也个严顿哦，如以前诶60年个。参加奥运个破全国纪录啦！哦，叫俺哋平均个都40年前一定做差不多10秒1呢，平均啦，做40秒40秒4啦，除以4的话就10秒1嘛。这样讲，因为中间有点起跑，感受在起跑啦，接力啦，所以哦破全国，叫都俺哋行政院长都叫蒋经国。如招待我们，有时候在他的什么啊，公馆啊，请我们吃饭啦，然后就送过奖杯给我当个纪念，我就留到现在了。先生，你要同我哋讲呀，这世界的哈，我哋屏东的招标，喺全国的水准係上扬的。屏东在记得了，在30-40年前，俺那个高中体成个哈是所向无敌了，你。台湾哥谈过有，屏东也就田径王国有谈过嘛。假如俺哋那一代啦，免讲咯，从100公尺啦、200啦、400接力啦，前6俺都4面金牌哦。叫俺哋国包办4面金牌。俺个金刚俺参加全国运动会啊，俺哋比赛一次都定80万，俺有奖金呢，一项都20万，可是4项都80万，俺叫佢鼓励人啊，做唔是什么嘅哦。好破旧的人的哦，因为俺的时代演变不一样的吼，系啊。因为俺的屏东县哈，可以讲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甚至马拉松都啊，嘅舞台啊，你全部包办，3天马嘿，几乎哦，每的项目、田赛、竞赛都是屏东县冠军。其实运动真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锻炼自己身体，但是要变成一个运动员，是一个无艰难的路上。休息一下哦，等下来把嗰度更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台节目里面我哋来宾有讲，其实亚洲铁人杨传广用系训练一人去招标的。所以我哋出发前啊，想问一下吼，像你这个今个的全国运动会嘛吼，咁你几时有哪个运动会啊？以前最早期都能够省运哦，省运吼，台湾省系。省运以后9月又改变为区运，有区运呢。区运现在又演变为目前现在全国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三个运我都参加过了。三运元老咗啦。咁像佢外地嘅金牌后，拢係定係全国运动会天應嘅金牌啦。嗰種唔知佢轉場都差唔多100、200， 400教練，400教練，前6教練咪。好，安尼一轉場。咁而家上門都冇人講，像我哋見家我哋咧運動選手嘅話，吼，嗰種以這個講，以這個唔係按樣嘅去做出嗰個成績，冇人嚟講，咁唔可以俾你問個建議冇？做的优秀运动选手啊，当然有几个方法吧。我还是讲说本来的选手啊，本他个全国的选手做的参考。记得我有耐力，要有信心，要有执着，方面之外，从俺在练习里啊，
我注重技巧的方式。你今日 schedule 出来以后，今日练嘛个，七到练下，冇练下，七到唔会休息。如你要行长跑，一天2周顿的确实做完，确实做完。啊，天一点呢，那年食饭要正常，所谓食饭正常有冇？暗晡一到点去睡，9点还是10点钟要叫醒睡冇？过早呢，因为我早呢，我过做红人啦，啊体能训练啦，所以哦，也会食饭过正常。啊，第三来讲吼，我哋各常常冇啉酒。啊，所谓啉酒呢，因为啉酒有啲坏处呢，因为其实了啉了酒以后呢，我哋反应过差，尤其是我哋做100公尺嘅哦。靠反应呢，0.00几秒你就输掉了呢。你只要气泡输了就输诶。过反应的过程中唔会是酒，因为过迟钝了。过个为什么要酒驾？因为它过迟钝嘛，所以过发生事情乱了。哦，这也按个营养方面要适度规划。嗰個其實作為對運動員嚟講，其實伊唔單止訓練，嚇，個要求，而係要自家嘅成法嘛，個要求。所以同人講啊，伊根本都唔可能講我哋講我哋去夜店啊，就去暗晡吹料啦，冇辦法咧，因為可能9點多睡冇，嚇睡着來，因為天氣嘅早晨一太早。訓練，嚇，天氣都講，伊都唔可以隨便食東西嘅，有時講啊，你放鬆一下，淋一些酒。老師有講哦，唔可以食酒，因為什麼酒啊，真是會讓人的反應變慢。跟做麼講我哋酒駕其實喺根本上講，因為食了酒啊，你嘅反應啊會變慢。可是你可以踩剎車時啦，其實我講慢。從去運動員嘛，係我哋喺採訪現場同人講嘅，運動員嘛冇食酒，因為尤其像人跑100公尺，幾乎是爆發的，一下就0.幾秒都輸嘅呀。啊，像個酒沒冇的。嗰時候你開始做運動員嘅時間，一定會行長途講嘅要求，能全部攞這個以身作則攞做到係咪？從演咩唔可以啊？啊，像我哋做100公尺練到低咩？練個一口氣都做100公尺做嘅，唔會有量冇度嘛？唔百嘢啲東西唔可能，你百嘢百個行路啊冇路白山啦，百唔做個氣查氣安呢？嗰時候其實運動員哦，唔單止係訓練自家嘅技術呢，伊根本就訓練自家嘅成法。成法咧，各種嘅配合啦，唔加上磨都成為一個頂尖的運動選手了。以前我對我些要求很嚴嘛，非常嚴，啊，我很有節制啊。我到現在都沒有夜生活啊。嗰個今後生嘅有冇？不是嘛？我打掉了啊，唔是打了，我哋老師哦，絕對唔會出來了。我早9點我都睡冇呀。我5點半做俾我見到啊！我退休了13年了呢，我還是一樣日以日啊，明眼咪強強運動。可是等於因為運動員的生涯雖然可能冇安操，嚇，因為我哋嘅體力有關係，但是因為運動本嚟影響係一生嘅。好啊。好，等於都更加人家要作息嘛，佢正常，所以有啲人講啊，退休嘅用啊可以，啊都冇教書嘅用啊，如果暗晡可以玩水啊，係啊，飲酒啊做嘛，但是我一生我生活都可以正常啊。嗰啲學生有一個不知道點解暗晡我嘅3天冇睡眠嘅我做啲招待所咧，其實不是白六嘛唯一啊，啊，他那個有地方時間多遠你都要攰哦。是啊，所以冇問題。像以前5點了就，係啊，還是要放我走背。係啊，因為我哋一個習慣性啊，我哋冇我哋夜生活成法啦，都工業啦，年輕都有啦。像你頭頭講，唔應該退休嘛吼，像你退休嘅有乜嘅計劃冇？嗰種退休嘅還是都遊山玩水咯，還是對下邊跑步有乜嘅計劃冇？跑步是鍛鍊身體呀，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像楊亞講長青田徑賽啊，就是給老人家有這種機會再去比賽了啊。但是我哋以前後生的比賽都冇啊，全部睇不出來業餘了，因為有興趣已經參加啦。啊，像我哋以前當個選手啊，都有啲點比賽咯。哦，嗰種長青比賽你冇係強下走？嗰時候，因為我哋以前走一定贏。頭擺啲比賽，我哋唔下去都贏嘅喲。嗰幾年冇興趣啊。但是唔會變成以前的教練冇咯。啊，今個我哋都指頭幾年啦，哎呦，做嘛個，個門輸上啊。所以原來長青的嗰種算係一個協會還是一個俱樂部係咪？
给外国来讲是个俱乐部啦，俱乐部跟的俱乐部啦，在我们台湾来是这种就是业余的啦。业余的，咁伊哋平常有一啲固定的练习的时间同地方。也讲演师啊，像我哋平常人像我哋平常愈今年愈做国手啦，啊无公演去甲伊练安尼啦，啊都是比赛愈下去比赛，都是那个当做一种好玩的性质啦。没有只是像我哋以前哦，我们一下去就要得牌的啦，要成绩的啦。那係職業性質的呀，当做一種很像休閒狀態啦。如一比賽以後啊，大家好玩，見老朋友啦，就這樣而已啊。像我哋嘅經驗啊，我哋喺台灣咧，其實跑步嘛，咪看到有拿到金牌嘅度嗬。咁像這個因為講緊我哋更加適應咧，有時愛籌備嘅話，好，唔因為講要用嘅心理準備。同我哋時代冇相同嘅。因為人家嘅上下，一心一意哦，冇乜嘅傳承啊，啊有興趣，睇到人家有去上學，有意吼，這邊出頭嘅吼，可以做老師做教練，有一個目標，啊更加都冇呀，更加冇啊，生意佢冇，幾多啊啲乜電腦啦，有冇，有安尼變成小孩子冇安尼興趣嘅安尼，啊佢哋吃不了苦啦。有時候我也做，像上課用我做個起我負責的用的，沒有辦法吃苦。我看我呢做個呢練習，太陽底下哦，這蠻簡單的，啊曬以後可能都受不了呀。萬歲真的都，即我哋呢屋食飯已經冇安好，好，嗰時剩飯嘛冇安好，但是其實可以利用籌備，好，慢慢的讀書，好對國中，最起碼可以讀到一啲提轉，好，出來有教書，出來可以教書，一啲工作，對這些人來講，真係一個幾大一啲幾想嘅一啲目標啦，吼。但是對於更加新人來講，可能以後嘅目標可能幾大，哦，可能但是這邊話可能去讀書嘛可以遇到。我是有點好處是吼，講啊，今同上課啦，什麼同學生講，雖然講你而家冇安尼，唔過做老師而家都飽和呀，啊，但是有一個好處是吼，把你的身體鍛鍊好。將來你是啥樣嘅士農工商乜嘅了，你必乜個項目都要靠體力，冇個強健嘅身體，你都有法度做一樣嘅事情咯。所以我只有亞計劃可以鼓勵學生嘅適應呀，啊冇嘢沉迷在啲電腦做乜嘅，身體都免狀態呀。可是人家意思都講，其實唔好講一下想要想把它變成一啲我哋終身嘅一啲職業啦，哈，那至少可以鍛鍊我哋身體。最重要，因為運動嘛，吼，其他生意其實應該講，冇講生意，將來嘛嗰時候運動，可是線上我同人講，其實冇一天要把它做人家工，還把它職業，還把它工作，但是你至少把它變成一啲運動嘅項目，和一種喜好。佢從我哋一擺嘅六對塔子地方，有啲由自學跑到耳順，嘅也意思講係對年輕嘅時候做到。60而耳順嘛，哈，60歲係咪？這60歲，因為我家咪有比賽啊，家啊60歲嘅啊，我家是68咧，這都60歲啊，啊家我咪有參加長青啊，嗰種係有種話訂單咧，6對雜誌嗰啲封面啊。你其實60歲有參加用嘅比賽咯？你看我100、200、400，其實係全國運動會嗎？還是個？全國的哦，全國運動會。也有亞運、奧運，什麼都有。可是你60歲係分齡咩？我哋60歲到64歲，65歲到69歲啊咧，5歲為單位啦。啊，叫我話50歲就4米8嘅。哦，咁厲害呢？係啊，我冇感覺到60歲嘛係4米8。嗰個我哋舉牌社會。冇到60歲我就拍正唔4米8。係啊，叫我話就講係走到舉牌社會。咁從那個時雖然講我哋按個遺憾冇去參加過奧運啊，但是古人我記得我哋嗰陣有同人做一個記錄嘅一個影帶係咪？佢係一啲樣嘅情形啊。後尾也快吼，也第一片吼，如係如奧運過了以後，給中央電影公司拍一個電影叫《動員令》，動員令啊，那個電影名稱啊，因為它裡面的鏡頭呢，有我們的那個。我們去那邊當客串了，啊邀請我們去，啊那時候主角是柯俊雄啊，
柯震雄啦，还有几个名演员啊，然后配上我们奥运刚回来，那时候很有名啊，大家都知道，他就叫我们。嗰时几时系我跑在天涯地，我有走表嘅讲头，都唱的去做那去走表，因为那是最专业的地方，这个可能一定走冇难讲，因为动员令啊，拍一部电影啊，有士农工商啦，因为所谓动员令是周炳林啊，调你全部来了，啊，来有一个国军运动会，在里面就有我们的镜头了，啊，需要用到那个电影公司邀请我们，我还有啲记录噶啦哈。其实今日蔡华先生同我哋讲嘅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讲运动唔单止可以锻炼人身体，最重要嘅，亦可以锻炼人心性，亦可以俾人有信心、有耐心，唔惊吃苦。其实对于我哋嘅蔡华先生一生嘅运动生涯里边，我哋嘛可以看得到运动喺佢身上有伊嘅坚持同伊嘅忍耐。今日我哋可以感谢我哋嘅蔡华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运动嘅事情。多謝主持人啊，多謝各位觀眾，大家好。休息好哦，大家同我哋欣賞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今日介紹，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此次導演屏東分會，我真係身後嘅兩位先生係陳先生。今日要同大家人介紹嘅呢係開河導演。開河導演呢係我哋兩隻樹，用嚟合。對後背對前面臀對後背，更加攞臀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開頭呢，我哋呢腳打平來，我哋呢兩隻腳同樣一切切像鐵路一樣。我哋呢注意呢係我哋呢兩個看啦下邊上來，開河導演係訓練我哋呢左右嘅平衡。開頭我哋兩隻手交叉。對四位面放下去，交叉拿放起來，手打開來，然後呢停對我哋呢手放起來，再慢慢嚟變下來，慢慢嚟變下來，過來呢我哋呢再是下啦下變上來，放坐下去，兩隻手撈放起來，要注意講我哋撈放起來嘅時節，我哋呢頭腦同眼神。做一個調整，所以我哋下來時間下嘴牙變上來，幫我哋呢肩頭上兩隻腳平順順的下，所以也喺前面呢，開河導演。再過來呢，我要做嘅呢，更加是對前面呢開河導演。今日我做示範呢，係對後背，我哋兩隻手綁對後背，我哋呢卡啦下邊上七條邊上來對單方，兩隻手對單方撈放起來，兩隻手交叉，再邊下來呢，我哋呢胸前下正眼綁下來，我哋呢卡啦下邊上來，所以係對後背。綁上來嘅開河導演在標下來嘅時節要注意呢，我哋呢下嘴牙要鬆嘛，頸肩要變鬆，肩頭變鬆，叫我哋呢兩隻腳變鬆，也係訓練我哋呢左右平衡，穩定我哋呢心情同情緒。也係我做示範咩對，更加我做嘅示範講我哋喺做嘅時節要注意哪隻意，注意時節呢，我哋兩隻腳唔好安尼我哋呢七條會舒適，我哋呢兩隻腳平平，也唔好壓麻腳呢，會變咧講我哋呢做腳呢要壓麻腳，我哋行路嘅時節會造成我哋呢也思維團呢。冇平均，所以我哋騎嘅時間呢，同樣喺鐵路嘅線呢，兩隻腳平平。
過來我哋咧徛啦行咧，坐下去，有人講坐下去，我無法度表所樣唔怕，但坐下去嘅時間注意哦，對我兩隻手合手來，不管觀眾朋友，我那隻手做當行，那隻手做下背都唔怕，放上來嘅時間，對我哋咧數節撈行起來，頭下做岩太行。我行起來過後，我哋咧眼神打七八恰恰，兩隻手那打開來，兩隻打開來嘅時間都一樣咧，我哋咧下做岩嘅數，下做岩數過後，我哋咧胸前放下來四圍面放下去，兩隻手表上來再撈行起來。也慢慢嚟做，撈行起來。要年紀個大人呢，也可以做。我哋年紀個強嘅呢，嘛可以做。你要講，因為年紀強，我哋訓練我哋咧左右比個平衡一些。問題我哋咧心情會變個順啦。也係對前面呢。現今咧，我所做咧係對後背咧注意，我哋咧徛啦變上來，我哋咧手咧變嘅後背，對後背咧撈上來咧，我哋咧肩頭變上，下做岩台扭行起來，我哋咧兩隻手喺我哋咧胸前交叉變下來。再變下來呢，我注意我哋咧頭氣，我哋咧頭氣夠圓，撈行來時呢係吸氣，兩隻手交叉時節，我哋注意哈，我哋頭出來嘅時節，頭出來係壓縮我哋咧眼神，我哋咧重複，因為我哋咧見人呢做乜嘅都會急先。我哋安尼天天嚟做呢，都係幫我哋呢心情，我哋呢急心慢慢嚟降下來。因為我哋呢急心會造成我哋呢眼神呢會出問題。有人講做乜我後背兩位先生會按後生嗬，而哋呢年紀其實也係個大哦。主要我哋做安尼嘅慢動作。不一定咧肌肉同骨頭個筋路慢慢嚟變鬆，所以我哋咧筋路係鬆，我哋咧年紀都會個強個幼年。也係向後背嘅觀眾朋友，今日嚟做一個示範講我用嚟左右撈。唔會講到我撈長，其實唔得冇撈長。但係做事情，不管右手喺前面，還是左手喺前面，都唔怕。唔做嘅時間呢，我嘅手無法度撈行來，用嘅時候唔怕。我哋按嚟做嘅時間呢，注意下，我用我嘅眼神帶行起來。按個我嘅手也唔過，用辦咯，也唔過唔怕，我都也都打開來。都也都打開來，都天天嚟再變下來。因為有個人年紀個大，數也唔好唔怕，我也都也可以都打開來。因為按你動作冇先聽講，你聽像我哋一樣，也按個，因為各人嘅眼神冇同樣哈，所以我哋咧糊塗可以都也，我都對也打開來。我慢慢嚟訓練咧，當我糊塗，我嘅數嘅糊塗可以打過去哦，我打佢嗰個嘅，我都讓嗰個都嚟慢慢嚟再讓行起來哈。第一隻當中咧，做一個還有個動作，我做安尼做熟落嘅，我一樣咧，我做一個腳掌扭行起來哈，再變下來嘅動作，也係。個沉意識咧呀，因為腳掌扭行咧係訓練我哋咧腳趾，講我哋咧兩隻腳嘅循環比較好一些，所以我哋扭行咧在下去咧比個強鬆啊，天天咧扭行起來，腳掌咧撐行起來，
再标下来，也是前面呢，好开合导引。做一个后背的开合导引呢，对后背强调，树对后背捞上来时节，利用捞上来时节，脚掌压放起来，再对前面落下来，脚掌标下去。也是一个开后背的，树对后背的。用来拿放起来，利用树拿放来时节，脚掌放上来，再下去，两只树下去，对脚掌再标下去，也是训练我哋的后脚掌筋，用来标上，也是个重要一点哈。所以更加呢，做嘅时间呢，做到係绑腳掌筋呢。观众朋友，今日来做连续动作，请观众朋友听到我来做连贯的动作哦。不管做事都当好，还是做有事都当都唔怕，用做事交叉，标下来，慢慢的下载硬标。停下来的时间呢，也係個連貫動作。連貫動作呢，幫我哋呢血氣循環，幫我哋呢心情表述。因為我哋呢心情唔好，我等陣我哋呢壓力太大，也係一種嘅慢動作當中，幫我哋呢穩定我哋呢情緒。再過來呢，我係向後背嘅，向後背呢兩隻手翻呢後背來，拿上來時節唔得吸氣，吸氣到當方嘅時節，我兩隻手交叉，下再按數。眼神天天的好了，安尼時節係跳把氣跳出來，氣跳出來，我幫我哋嘅心情改穩哈，所以放上去，吸氣，慢慢的變下來，跳氣，所以我哋跳氣順，我哋嘅眼神都會個強鬆，所以個呢係我哋嘅連貫動作，還有個動作呢。係我哋腳壓放起來，腳掌壓放來呢，壓放來，我哋放來時間呢，腳掌停頓嚟放起來，再飆下去，也係腳掌壓放起來嘅，腳掌壓放起來嘅，也係動作。再過來我哋呢係向後背嘅，向後背呢我哋呢撈放起來。腳掌停頓嚟放起來，再慢慢地腳掌飆下去，眼神飆上來。好，再過一次哦，再飆上來。也係我哋所做嘅所示範。過來呢，基本上呢都示範呢都也好，開合導引。觀眾朋友，我哋今日介紹呢係開合導引，就做得到呀。希望觀眾朋友呢聽我哋好好來運動，下一次拿來了。